而家睇上嚟咧，連埋澳洲在內5隊亞洲隊就得南韓仲同澳洲有機會。靚波，整得啦，梅開二度，朗拿度一入就整夠2球。咦，真係唔通阿彭利南話齋，平時練波假操下都見成效。起碼雖然見到佢身仍然好重，速度咧冇咗以前咁快，但係射一腳波都依然個準程度都相當高啊！攞隻死角嚟射，好啦，村口能活，去到4-1，仲爭幾多球啊？應該2球，3球就平紀錄。哇！佢已經係入咗2球啦，即係入多1球咧就平到梅拿嘅決賽周入球紀錄，再整多粒添咧。哇！換迪達啦，係啦，咁啊，朗拿度就決定繼續加操，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係呢個踢到尾啦。係啊，睇下可唔可以今晚就搞掂啦新紀錄。羅渣利奧入替，真係你講人才多，巴西個個位置都大把，係龍門呢飯始終咧傳統地係人丁單薄少少。呢個聖保羅嘅門將羅渣利奧1.88米嘅高度，上屆算人才多㗎啦，有馬高斯加埋迪達啊。係啊，咁啊今屆後備門將當中咧，仲有個祖利奧斯薩啊，都係喺國際米蘭都打正選。